加拿大重擊特朗普嘅貿易政策。加拿大呢次真係狠狠俾咗特朗普一記重擊。總理馬克·卡尼呢位資深銀行家正喺度展現佢強大嘅戰略才能，徹底壓制咗破產多次嘅商人特朗普。卡尼完全掌控局勢，而特朗普政府則被佢玩弄於股掌之間。呢一幕實在令人振奮。出訪鞏固盟友，大反巨額軍購合約。卡尼上任後嘅首次國際訪問選擇咗法國同英國，加拿大最可靠嘅盟友。喺鞏固合作關係之後，佢毫不停歇，返國後即刻飛去北極圈嘅努納武特，宣布一項震驚世界嘅軍事合作，同澳洲達成重大國防交易。呢筆協議原本係美國計劃簽署，但加拿大成功攔截，從澳洲採購咗高端武器同監視系統，以進一步加強自身防禦能力。呢個舉動唔單止係軍備升級，仲係對美國嘅直接示威，向特朗普發出咗一個明確嘅信號：加拿大唔係任人擺布嘅棋子。加拿大軍事實力大幅提升，美國被徹底邊緣化。卡尼喺努納武特宣布咗呢項歷史性嘅軍購協議。呢套系統將直接部署喺加拿大北極地區。美國今次完全被排除喺外，冇任何參與權。唔單止咁，加拿大仲重新評估緊 F-35戰鬥機嘅採購計劃，並開始考慮向法國或者其他軍火商購買戰機，而唔再單單依賴美國。加拿大最近同澳洲簽訂咗65億美元超視距雷達系統，唔單止極大增強咗北極防禦網絡，仲對美國造成重大打擊，直接將特朗普政府邊緣化。卡尼強勢表態，加拿大有能力自我防衛。卡尼喺努納武特發表咗一場有力嘅演講，雖然佢冇直接點名美國，但信息已經非常清楚。加拿大完全有能力捍衛自己嘅主權，無論對手係邊個，都絕對唔會退縮。我哋將加強加拿大軍隊喺北極嘅存在，以偵測、威懾並保衛我哋嘅主權。我哋將投資4.2億加元星號，確保陸海空三軍全年駐守北極，進一步強化防禦。星號，佢仲提到，加拿大過去一直同美國保持密切合作。但而家美國嘅優先事項已經改變，加拿大必須制定自己嘅戰略。世界已經改變，我哋嘅對手變得更加大膽。嗰啲曾經保障加拿大安全嘅國際機構與規則而家受到挑戰。我哋嘅盟友美國以前一直同我哋步調一致，但而家佢哋嘅方向開始改變。最後，卡尼直接拋出重磅炸彈，再次強調加拿大將獨立決定自己嘅軍事戰略。今日我宣布，我哋政府將會同長期國防合作夥伴澳洲合作，建設一套全新嘅遠程超視距軍事雷達系統。呢項超過60億美元嘅投資，將成為全球最先進嘅監視技術，能夠更快、更遠偵測空中同海上嘅威脅。最重要嘅係保障所有加拿大人嘅安全。加拿大呢次玩大咗，軍事升級、外交突破，直接對抗美國。特朗普政府完全冇應對方案。如果你鍾意呢段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唔記得點個讚，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嘅睇法。我好期待聽到大家嘅意見。